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16，旧历的7月29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安尼一直共检举，加一大阵的家长是母家亲掠公。台北市中正区一间国小，家长送囡仔到学校，不管是开车也或是骑机车，只要伫红线临时停车，就有去互学校对面一对兄弟来检举。这对兄弟离因家的门骹口按4支的监视器。 对准学校的门口，阁有家长来投诉讲，大概带囡仔到学校，这两兄弟阁会冲过来，一直甲因的囡仔翕相。为了这个代志，家长早起特别开记者会，两兄弟阁伸手来砸记者的镜头，双方嘛因为安尼起冲突。我有准许你拍吗？我有准许你同意你吗？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不满媒体的翕冲出来动。 不要动我！我有动我！不要动这边！用手塞镜头变关键，赶紧来阻止原来这两个兄弟是伫台北市中正区真有名，专门伫讲检举违规的。再拍我就跟报警哦。这对姓张的兄弟就住伫国小对面，伊不满每一天上下课时交通遮乱，所以讲到摄影机专门伫检举。这2、3次总共有4台对校门口伫翕家长翕囡仔，临时停车超过15分钟，就翕上检举。 他就会冲下来，恶行恶状的冲入校园，说我们噪音，说我们太大声。这样辛苦了，牵进来，遥远了，不敢骑。有大人敢敢用牵的尔，因为为105年开始，敢10位数，即嘛增加到958张，罚单增加80倍，无拍方向灯、临时停车，拢会互翕起来检举。这个是教育地方呢。 教育地方，你心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修成白线就好了，懂吗？你不要问我对不对，你问他们对不对？你认为是违规的不对，还是检举的不对？张大哥，先生，你拍的不是我的后车牌，拍是我女儿照片。那我怎么知道你对我女儿照片晚上要做什么事？我怎么知道呢？除了立罚单，家长嘛烦恼讲，伊的囡仔有被翕到，敢若是要透过媒体来发声，希望讲市政府的相关单位会使甲斗相共，互因的囡仔会使安心去读书。